你好，我係台灣 PBF 嘅 Alex， 好開心可以同你聯絡。我想主動聯絡你，介紹我哋嘅 Nephroskin 產品，同埋探討下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你嘅生意。皮膚痕癢對洗腎病人嚟講係一個揮之不去嘅噩夢。國外尿毒症凹痕症嘅發生率大約係50%至90%，而台灣都係55%至90%，同外國嘅情況差唔多。有尿毒症凹痕症嘅病人入邊，36%會變得易老，8%會出現抑鬱，仲有40%會影響情緒，進而導致睡眠障礙。根據腎臟透析移植期刊嘅研究，喺中度至重度尿毒症凹痕症患者同佢凹痕症患者之間，只有經皮水分流失量有統計學上嘅差異，其他生化檢查結果就冇顯著分別。尿毒症凹痕症患者嘅皮膚區離子分布比較高，特別係喺棘層入邊有明顯黑影，呢點同健康皮膚有顯著分別。所以經皮水分流失同皮膚表層嘅離子流失有密切關係。我想同大家分享嚟自德國威斯巴登醫療中心嘅 Thomas Mattang 醫生關於慢性腎病患者管理尿毒症凹痕症嘅見解。佢嘅研究強調，無論病情係輕微、中度定嚴重，治療策略都一定要包括一個關鍵元素，就係外用保纖霜或者基本日常護理。佢亦建議可以加埋有涼感成分，例如薄荷醇，可以加強止痕效果。慢性腎病患者因為表皮上層區離子流失，導致皮膚屏障受損。呢個情況打亂佢區離子由高到低嘅自然梯度，令皮膚無法將水分鎖咗較深層，結果就令皮膚變得乾燥，加劇尿毒症凹痕，令痕癢情況更加嚴重。不過 PBF Calcium 專利技術就針對呢個問題，透過外部補充，將佢同其他嘅物離子複合到角質層入面。佢呢個創新方法唔單止可以維持區離子嘅梯度分布，仲可以修復皮膚完整嘅屏障結構，大大提升鎖水能力。PBF 真正獨特之處就係佢能夠逆轉慢性腎病皮膚入邊異常嘅區離子分布，令佢回復到健康皮膚正常嘅區離子分布。Nephroskin 乳霜就利用咗 PBF Calcium 專利技術去逆轉異常嘅區離子分布，幫助慢性腎病患者修復皮膚屏障。除咗有薄荷醇之外，仲加入嘅地蠟、維他命 B3、神經酰胺同乳木果脂。地蠟有非常出色嘅功效，佢可以提升皮膚保禁力，減少皮膚刺激同色素沉澱，仲可以減輕皮膚痕癢。維他命 B3 可以增強皮膚屏障功能，舒緩炎症同泛紅。入面仲有由3種神經酰胺組成嘅高濃度脂質精華，吸收得好快，修復皮膚效果一流。最後，乳木果脂有舒緩、補礦同保護皮膚嘅作用。Nephroskin 係全球獨有嘅產品，透過 PBF 創新嘅 Nephroskin， 為無藥可醫嘅尿毒症凹痕症提供嘅解決方案。根據台灣嘅使用經驗，專家同病人喺回饋促成嘅改良版嘅清涼配方 Nephroskin Cool Plus， 病人都好鍾意用。多謝大家。